之前我哋介紹過商界嘅積金好僱主，今集積金好僱主顧好你將來系列就揾到非牟利機構香港小童群益會嘅代表，分享佢哋別具人性化嘅員工福利。劉生啊，聽講你哋啲假期咧都好多下㗎喎，到底有幾多日咧？如果我哋全職同工嚟講咧，一入職咧就可以有18日嘅假期㗎啦。咁如果做滿5年之後咧，仲可以加多6日嘅，即係話總共有24日。咁另外咧，我哋都係講個信字啦。咁所以咧，除咗個別嘅單位之外咧，1日病假咧係無需要交醫生證明嘅，只需要跟翻正常程序咧去申請就可以啦。哇！我諗好多打工仔女聽到呢度已經覺得夠晒吸引啦。到底點解咁有人情味咧？係咪想幫同事做到 work-life balance 咧？嗱，咁我哋非牟利機構嘅背景咧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啦。咁我哋本身係做社工服務嘅，咁所以咧都好重視人嘅，無論同事又或者服務使用者都一樣，我哋需要互相包容同埋互信啦，先至可以建立到一個比較人性化嘅管理制度，先至吸引到咧我哋啲人才咁樣。咁除咗喺放假方面俾到好大嘅彈性員工，仲有啲乜嘢係與別不同嘅咧？咁我哋都好關心同事嘅身心健康啦，因為好多人覺得我哋做社工咁一定咧就係成日都要好有正能量咁樣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同事接觸咁多個案咧，佢哋自己嘅情緒都要處理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提供一個僱員輔助計劃，或者我哋叫做 EAP。咁其實關注翻咧我哋同事嗰個心理健康啦。咁同埋咧，我哋將個服務咧都延伸到佢哋嘅配偶同埋18歲以下嘅仔女。咁當然啦，我哋都有組織我哋嘅籃球隊、足球隊啦，去促進大家嘅身心健康。好好喎。咁喺強積金同埋退休安排方面咧，你哋有提供咗啲乜嘢俾員工啊？咁我哋除咗法定嘅強積金，另外咧都有自願性供款嘅。咁啊，所有同事咧入職嘅時候咧都可以選擇參加或者唔參加。咁如果同事供款5%，咁公司咧就會對等咁供款5%。咁如果佢做滿10年或者以上咧，公司嘅供款咧嘅比例就會提升到10%。咁啊，鼓勵翻佢哋咧對公司嘅長期貢獻咁樣。仲以為你哋非牟利機構咧唔會成日講金錢呢個概念添。點會咧？其實財務健康咧都係健康嘅一種嚟嘅。處理得唔好咧，其實對個心理健康咧都好大影響嘅。咁咧，我哋最近咧都搞咗個少年財政司嘅計劃，都搞咗15屆㗎啦。咁目的咧係向啲中小學生咧推廣理財嘅概念，為未來嘅財務規劃咧打好基礎。我哋除咗派員去到學校做講座之外咧，亦都會安排每年度嘅學員咧同政府官員，琴日我哋見完財政司司長啦，咁啊同佢見面咧，同埋咧提供一啲咧對於財政預算嘅意見。小童群益會咧真係一個好特別嘅積金好僱主啊！我知道你哋仲有一句金句嘅喎，不如同大家分享下。我哋深信以人為本嘅重要性，所謂3歲定80，由細個學習規劃同埋理財咧，自然享有更精彩嘅人生啦。